大家本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2026年世界野球经典赛今仔日正式起稿上场。咱知影讲球场有投手惯死一寡手势，一方面会当鼓励士气，一方面嘛会当互敌人压力。就讲英国大国伤平，伊就出名准呼召quyền的手势真出名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个就是冠的冠，头哥湾冠第3条。冠就是圆筒形，用来底物件用具，有用玻璃、铁啊、灰啊做的，咱讲是冠啊，嘛有人讲是板或者是盒。用材质来分，像讲有玻璃冠、铁冠啊、灰啊冠，嘛有用底物件来分，像讲底酒，有人讲是酒干、酒板，嘛有人讲是酒冠啊。啊，若底茶米或者茶冠，底滚水或者滚水冠，古早配痰有痰冠。另外，罐嘛是算罐装物件的数量词，像讲一罐茶米、2罐酒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滚水罐，就是底烧水的管啊，内底有水银，会当互内底滚水保持一定的温度。嘛有人讲是温罐、电罐、烧水罐。第2个词读做罐头开啊，咱知影罐头是加工食品，放入去到阿鲁米或者是新做的管啊，甲空气抽出来杀菌，用来放真久一段时间。罐头开啊，就是开这罐罐头的机师，也就是开罐器。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这款多功能的滚水罐，特别伫咧伊的挂设计罐头开啊，这个准开就用个开罐头，会使啉到滚水，佮会当开罐头料理，炸出去路营就利便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罐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